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月3号要分享的是南征北讨，征服应许地。我们要读约书亚记9到12章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上主对约书亚说：不要怕他们，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了，他们当中没有人能抵挡你。约书亚记10章第8节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奇迹式的渡过约旦河之后，先后征服了耶利哥城还有爱城。这个消息传遍了迦南各族诸王的耳中，引起了他们的惶恐不安。因此，为了要对付以色列人的威胁，他们就同心联合起来，要对抗约书亚和以色列人。面对诸王的联军，约书亚在上帝的应许之下，展开了南征北讨的征战。在迦南诸王联手要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，住在基遍地方的西魏人，他们听见了约书亚怎样对待耶利哥和爱城，他们就用欺骗的手段要来和以色列人立约，并且他们成功骗过以色列人。经文第9章14节告诉我们一个关键：以色列人取了基遍人的食物来查证，可是他们没有求问上帝。作者特别提到，此时以色列人没有求问上帝，应该是有责备的意思。即便在这个事件当中，因为约书亚与以色列人没有先寻求上帝求问他而犯错，被欺骗，但紧接着在拯救基遍人的行动当中，我们却看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如何施他的怜悯给这些的基遍人。但是呢，他们也要因为欺骗而付上代价，世世代代要在圣殿里做劈柴挑水的工作，就是做仆人。当有人以欺骗的方式来取得你的信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欺骗你的人呢？你会学像上帝一样存慈爱怜悯的心肠吗？在与基遍立约之后，基于守信，基于守约，必须要出兵拯救基遍人。因此呢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要面对迦南在地这些军事联盟强大的势力，他们要与他们征战。我们想象一下，有战争必定会有伤亡的代价。我想因为基遍人欺骗立约的事件，约书亚懂得求问上帝如何因应未来的征战，而上帝也在此时勉励约书亚不要害怕敌军庞大的势力。他已经把敌人交在约书亚的手中了。约书亚他听上帝的吩咐，他也经历了上帝亲自介入与武王联军的战役，施行神迹，下冰雹来击溃敌军，使他们获得胜利。约书亚在征服南方联军之后，紧接着要面对更强大的北方联军。
根据11章的第4节记载，诸王率领他们所有的军队来了，人数多得像海滩上的沙粒，他们拥有很多马匹和战车。面对训练有素及拥有精良武器的北方联军，按照人的眼光来看，约书亚他们胜算不大。但约书亚一一遵行上帝指示的命令和方法，终于带领以色列百姓人，他们能够得地为业，征服了整个地区。他把土地分给以色列人，每一支族一份，于是全境太平，没有战争。我们可以从第12章看到以色列人多年来在迦南所有的征战的总结。约书亚完成上帝交托的使命，赢得迦南全地。以色列的得胜，实际上是依靠上帝得胜，也就是说是上帝得胜了。我们来默想，面对亚摩利的5王联盟与南方的诸城邑的征战当中，约书亚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得胜呢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也有可能会面临各种好像联军这样的结盟向我们来攻击。你会如何面对你人生的征战呢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借着约书亚所面对的种种征战与得胜，帮助我们深知，若不是你的同在与帮助，他们无法得胜。我们面对我们的困境征战时，我们也无法胜过一切的这些的征战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依靠你，凡事求问你，提醒我们不是依靠势力和才能，而是要依靠上帝的灵、上帝的能力，方能成事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顺遂，充满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